11月26日，跑馬地野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200米5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9號東方寶寶128磅10檔，潘明輝配呢個徐雨石。次選4號飛雲133磅7檔，巴道配呢個方家柏。三選10號快馬加鞭121磅12檔，班德禮配呢個敖偉傑。最後1號節節有福135磅3檔，田泰安配呢個鄭俊偉。第二場1650米5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7號紅當當130磅6檔，金城江配呢個蘇偉賢。次選8號快樂老窩127磅7檔，潘頓配呢個季福特。三選1號和道威135磅4檔，布文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12號極速之子117磅12檔，巴道配呢個姚本輝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5號機不可失127磅6檔，何澤堯配呢個呂健威。次選11號大千絕塵119磅1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黎超星。三選6號比特星126磅5檔，潘頓配呢個賀賢。最後2號中環精英129磅11檔，黃志宏配呢個鄭俊偉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首選10號長隆區122磅6檔，杜婉欣配呢個伍鵬志。次選4號廚神133磅4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徐雨石。三選11號可奇兒喻120磅8檔，蔡明紹配呢個姚本輝。最後5號新力126磅3檔，黃志宏配呢個鄭俊偉。第五場1800米4班，首選3號客家之光129磅11檔，布文配呢個沈澤成。次選2號奮鬥心135磅8檔，潘頓配呢個伍鵬志。三選10號多利神區122磅3檔，巴道配呢個蘇偉賢。最後9號密密送123磅10檔，麥道朗配呢個偉達。第六場1200米4班，首選1號潘金奇
135磅12檔，潘頓配呢個文家良。次選7號宜昌精神125磅2檔，麥道朗配呢個沈澤成。三選9號花好月型123磅7檔，班德禮配呢個韋達。最後3號自動自覺129磅10檔，杜遠恩配呢個羅富全。第7場1650米4班，首選10號長勝將軍117磅8檔，杜遠恩配呢個韋達。次小5號邢妙星129磅4檔，潘頓配呢個大衛希斯。三選8號康昌之星122磅9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廖康銘。最後6號先到先得126磅10檔，麥道朗配呢個蔡約翰。第8場1650米3班，首選7號連冠王126磅11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廖康銘。次選6號超勝無敵127磅9檔，潘頓配呢個尤達榮。三選12號勁進區118磅12檔，杜遠恩配呢個呂健威。最後3號有財有勢129磅6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第9場1200米3班，首選5號安康萬里131磅9檔，何澤堯配呢個呂健威。次選6號輕功猛男127磅5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姚本輝。三選4號天星132磅1檔，潘頓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1號嘉樂龍區135磅4檔，田泰安配呢個何賢。提醒翻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1、第2同埋第3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